比较适合。你要怎么学？我要喝水。没有流血，没有流血，没有流鼻血去就是。那我们掌声欢迎。我其实不知道他的名字。马上就换掉了。啊！少来，有那么巧？其实我其实是拜托你来拉一下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祝我一下生日快乐嘛？哦。对啊，今天我过生日。对好，各位现场的嘉宾都请一下，我跟你说哦，你要好好的拉，今天有高手来了。你最好要紧张一点。对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小豪，你陪他一下。陪聊吗？我来去拿蛋糕，请大家吃。这样也吃蛋糕了。